你们听着，今日有差兵部副小姐到此进香，夫人吩咐一律不准汉人进士。下面伺候。是。
父保是张爷为我这样不甜而来，相公正好雅兴，这大勇士早在我四公一代就已名扬天下，到了我15岁中，又经一番大捷，相夫变得有法忘人了。有劳师傅之意。哎，相公，今日有所不便，请相公改日光临。恰是为何？相公有所不知，今日有差兵部副小姐到此进香，夫人吩咐一律不准汉人进士。小生不光为民。请问师傅，此庙之差夫将庙，外在设防但有收藏。是设防大于所长。即使此，他们能收下，我怎么由不得事啊？相公不要生气。相公不要生气。这样吧，请相公先到小生顺房稍坐，等小姐回府，相公再来游玩，你看是何？这万是的。请茶小姐到。是。
700年，还未见过观音出现。喏，前面走的是茶夫小姐，后面跟的是贴身丫鬟。哎呀，他们走了啊！阿弥陀佛。哎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到京去了，可知道小生我心发灭作今相随，十次望桃源有
难得进去吧，门不开，小姐呀，几次回头去不盼温馨妈妈。一难猜，要你深山尽付心才会，了你是本座相会情徘徊，两心既相望，谁该轮龙配？两心既相望，谁该轮风配？万事为将外美来。这一相卡的南清月郎，作品美，这便是无事好啊。哦，有了。阿青啊，阿青哎！哎呀，岳父子跑到啥个地方去了？老爷做官在京东，屋里当过么前场工，我是天发破地发破，谁怕我个儿子阿青不听我？哎呀，那！哎，孙主菜，到大公子来哉！驾！哎，母亲做事搿又偏心，手底手板不公平。阿妹当作张长子，搿儿子好是暗中的。哎，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侬个老轻一点啊老夫人在里面。快！阿母娘大人在上，搿儿子把哦哟，摆勿落去嘛，勿要摆噻。搿种道理好上告，侬拨我稍等哦。阿母娘叫儿子何事？阿青啊，为娘替你买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书童，他品貌端正，文采也好。搿是伊写的卖身文契，侬去看一看啊。阿母娘，搿有年查案。拜见夫
见过公子。见过公子。阿母娘，儿子不要，搿为啥啦？那侬可以营养文绉绉，吃饭吃不多，生活不会做，那个不是我，儿子不要。那，侬搿个称赞，过来，伊相貌好，才又高，写出诗来呱呱叫，侬还接伊不来嘞？要是侬有伊搿样好啊，做娘的还要欢喜侬嘞。那个我啊，儿子就伊不来，哼，我不要。那，侬搿个称赞，为娘做主侬都不要。我话里越好嘛，我越加不要。啊！哎呦，我真是气死了！哎呀，阿娘喂，儿子要。走。查安，从今以后你要好好服侍公子，他不读书啊，你就来告诉我。是。送阿母娘，还送阿母娘，送阿母娘。哎，只要你好好读书啊，娘就够了。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买针啊！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真好！啊去！好，原来不是叫我主动，是派来看了我的。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！侬宠爱阿妹已经够我好受了，如今又来了个才貌双全的苏童，今朝比一个上马威，说着伊个威风，今后也好服服帖帖，查安，跑过来，跑过去，站着。我来问侬，侬不是大公子的规矩，还懂吗？听公子宣讲。早上起来呢，提着炖汤，擦桌扫地；晚上呢，铺床叠被。公子我累了呢，桥背睡呀。那么公子我做文章呢？哦，默默对也。家不到嘞啊？顶在头上，跪在地下，听公子宣教。我叫侬才懂，侬发正往西；我叫侬当官，侬发正还金。哎，如今公子我要去游玩一番，老夫人才来问起，就是我为问起了，自个写了半点消息，回来当着你的腿，哼！小姐呀，小姐。
都是不曾到此，陪我上去看看。
你既来此门，就该知恩子，何故私为文撇，谁周之？此君交别失之，我怎会不招来之容？修道鸳鸯行凡中，定真不女一东风。小姐来归西莫一东风，四方老路长中，全将士上举清风。空待家居天用，欲将红豆传相思，真乃是只差天涯路难通啊！兰姨，小姐，小姐，兰姨。书生好他单亲官上门来，看我的事，怪我的命，真叫我又气又恼，又小姐呀，小姐，可知道小生我公子当何人？纵这操劳我不怕，我愿把一帮家园来撇下，做事头不顾那门楣事家，并非是男儿父子情缘都跟为此为临心一点心难上，君
两句。我将言罪谢归元，请我一声奉教奏。当啥得到为滚去啊！哎呀，我本来就想看到个四卷比更加哟！屏风而面有茶，我常常去走它过光亮梦。快一告就来啊！夫人照料你半天，我还是快追吧。还要拉嘛？
怎么了？哎呀，彩香啊！那回来呢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快讲啊！搿要是被公子看见，谁是跳进王屋，也是洗不清的呀。总算还好，哎呀，我嫉妒其实才那么好得出来。宁夕的母亲宽胸下楼去，我才得匆匆回廊，心还惊。可是啊，不要是侬小嘴受惊，就是我才想听听嘛。啊，急出一身冷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请小姐定定神，保重保重。哎呀，快侬馒头说，我去拿把扇子来，帮侬打伞。不用，我自己有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小姐，什么事大惊小怪？我的沉香伞不见了。啊，难怪侬不我个人，自家不顾来不顾去。侬花园里打起过吗？我记得，对去的，根本一定是收留在花园里向。哎呀，孙子上有我的落困，彩香，你快去找来。好好好，小姐侬进去保重身体，我带侬去寻，快去。沉香伞收了在，什么地啊？才那雨别来唱。哎呦，啥人走路慌里慌张？得罪姐姐，呀，搿人好面熟。哎，侬来到府里，我哪能没看见过啊？侬叫啥？查案。哦，侬算是新买进府的书童。请问姐姐方面？我叫彩香。哦，你就是小姐身边的彩香姐吗？大姐，你找什么？喏，小姐个沉香伞收了在，叫我到花园里去寻。大姐，那是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。吹，什么在自家屋里向，真会寻不着。大姐，你不用去找，我接你一把，可好？曹小哥，搿孙子是小姐个，侬应当还拨我家小姐。我要面挽小姐。啊！我的侬好像见过面的，同在府中来来往往，当然是见过面的。还讲孤喊我嘞。现在不是在讲吗？算了吧，我要面挽小姐，因为自杀。一来双腕失算，那后来嘛是金府以来还为拜见小姐磕头领上，尽成一举两得。他但你胡言乱语太荒唐，书童岂用这闺房？啥要当年玩小姐，且把真话告彩香。大姐呀，这放手是且放手，女人方面恩德无量。
什么？侬谁是那天他？打什么？他想公卡小书童。他既皆知是我，往往他既美言几句，小生永不忘恩。哪个要你报恩嘞？厂长，过去啊！哎呀，过去是。玉清小姐，翠香，孙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这下好了。哪里？不在我手中，在哪个手中？在茶案那里。哪个茶案？谁是他相公新买金府的书童？新买金府的书童？喏，谁说侬一起都在？切！那快去问他哪来？他说要面王小姐。啊，翠香，这书童金贵吧？哎呀，小姐，你看，这王丽在用我主仆孩子，晚上他面我，我不是出去，又有谁为之讨嘞？长安小姑，小姐教你。面朝外间，小姐在场，深愿有礼。你是我家书童，唯有口称圣愿，好生无礼。小生有下尽用笔，哎，侬到底是来玩酸子个，还是来比下井个呀？我是两性姐妹嘛。你门口无言，才想他，你叫完孙子赶快出去，谁要听你的什么下井？你走呀！哎呀，你走呀！你走呀！哎呀，才他究竟何等样身，倒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是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你究竟是何等样身？快冲着讲来。小姐呀，我不是家贫为生做事童，也不是绿路异乡负家园，我不是唐乡把我的奴婢。
陈家既是为侬终身而来嘛，侬再答应他嘛？这个美人与我猜想全当。这怎么我做美人不好啊？啊不，哎呀猜想，个美人不好，猜郎总是好个咯。一里虽是唱完小歌，小姐答应了。多谢小哦，多谢大姐呀。好了，现在不是速冻小姐了，送着讲吧。沈相孙面挽小姐，随身与公子，多谢小姐。随我来。家门关起来做啥？哎哟，侬叫一声么好嘞？外面谁在敲门？老夫人有稻香公来着，打开门。里面做啥？乒乒乓乓，啥东西倒翻了？走，开开门！来了，快开门！雷子！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开门？去老八日子。母亲兄长今晚何事？这位女儿终身大事。小姐终身早。啊，女儿终身晚早得很呐。乖乖碎碎做啥？哎，遇到是女的当家也了却父母心事。啊，女儿做啥？这是哪个做的？是我做的。在这，规矩都扭着。啊，这是常委的笔记毛。哎呀，阿母娘哎，儿子气啊，气死在！好端端个为啥要气死了？弄到常委这狗蛋在哪里？总是在书房咯，在阿妹房里啊！侬懂上贼，侬懂学贼，那阿妹规规矩矩，侬不要吓死我死哦！哈哈，还是我吓死我死！阿母娘，侬来看，阿妹接得熬破城，才想一把个打回去。耶，猜想，搿侬为啥啦10几个雷动杀了？老夫人，我来了把你死的。哦哟，这有4年两头，哪有8年4头？那小姐4年两头，我4年两头，听起来不是8年死。恐怕我要加倍嘞！啊！哎呦！上天叫声阿母娘，床上为啥有声响？猜想，床上为啥这个响？哦，两只毛毛当相打。妈真会跳进床。关起房门，开对响。阿母娘。
母娘，侬那个我。那阿妹从来没做过搿种介个事体，难为伊是头一遭。哎呦，不要把妈还再打嘞！千金小姐不知羞，金家路在长归王，国法家规岂能用？快将茶为送公堂。妹妹叫。阿青啊，侬是将差案送官就办，老爷身当定要问明原因，实是差案因一这个讲大出来，那阿妹要扯明原因，那阿不最近做官吗？哎呀，威风扫地，就是侬搿个做阿哥的嘛，搿张面皮爆出去，还要把那个东窗好友师兄师弟十个落个差怕。送官是万万送不得个，搿么就我打死。哎呀，那我夫人哎，搿我打死嘛，真是三姑啊三姑！哎呦，三姑啊三姑！老夫人，侬是七数年勿把补杀个，搿我数还8、7岁，还8年三个，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万度。阿青啊，侬看搿个小伙子是出我家的头发，吸不家的嫩肉，打死是勿少得个。搿么阿母娘，搿以侬个旨意呢？以娘的旨意嘛，放差案回去，那阿妹保全了名节，那阿不最近做官照样威风。侬做阿哥嘛，也勿用再道歉，我凡是老气嘛，我差夫没隔壁事体，搿么好噻？勿好，哪有介便当个事体？打杀，放啥？打杀，放啥？打杀，打杀，打杀，放啥？放啥？放啥？打杀！我出啥？娘讲放啥，就放啥？哎呀，打杀！放啥？了。
许，因此我老子请翁长太守8月15记落红尘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猜想啥事体？老夫人，你哪里知道？清早起来，小姐不见了。哎呀，侬快去请大相公来！哎呀，我进来看一看。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！阿母娘，怎么妹子不见了？猜想，小几人，小几才以为在，怎么会离异倒走？侬有我啥？我怎么会知道的？要么是为了小夫人去参加他们亲事，小姐不太称心。哎呀儿了，侬这样狠得下心离开为娘就倒走小几人，你连小姐都受不住，看我打死你在前面！赶紧！阿姐，大相公常言道，死者叫好官，凉者叫难官。他半夜三更倒出去，我怎么会知道的？大人出事体，怪我们小人。哎，老夫人，中奖的有。小姐到。小姐出外迷路同在，那由我到大街上去走。妹妹晓得。阿青啊，侬大惊小怪个介许多人搭加上去，别人问起来，侬哪个讲啊？哎哟，还是隐藏点好。对，面子要紧哦。来，到外面去，只许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亲切亲手的与我去走。是。哥在做什么？相公不是说，只许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亲切亲手的找嘛。哎，小姐又不是马云，要这样找啊？要大方的嘛，去。是大方的。哎，对。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都是侬冲！阿青，厂家聘你过门，可能这样对付。哎呀，侬快点想想办法呀！彩香，侬与我进去。阿母娘，要么侬早些对厂家去说我妹妹逃走了。啊！堂堂兵部府小姐私道，叫我怎么说得出口？这厂家花轿到门，侬阿母娘自家上轿。那个小子，哎呦，快点想想办法呀！哎，阿母娘，以我就很便当，就是阿不掉来信，说今年年刚不好，去不得，等来年再上啊。也只好试试了。阿青，哎，别叫。阿母娘，侬不要叫。
家不成。朝廷歇歇等天明。月朗风清，清无声，私隐上门查民情。夫君今年草不绝，甘心混来把双定。新家将这李文义，公子为君，我生命，夙夜闭关将暖情。看妻子欲空泪，谁可亲？老先生，相声有礼。罢了，公子，你是否方有人闻饮酒谈诗，吞杯上药，醉我于此啊？相声乃是引路之身。哦，那因我不知客店，多受皇城朝廷，真乃好大的雅兴啊！只因吞棍路人错过客店，故而惨受于此。此次说来，你府上不在本地？正是。哦，请问老先生真姓大名？老夫落草喽。原来是季郎的旧物到了。哦，大人，大人啊！小生愿解自何暖？
来齐。哦，既为我儿就此给命。哎，我外甥名叫纪文秀，那你就叫罗文秀。儿罗文秀拜见爹爹。儿郎，快在为吾下温存去吧。是。
江暖玉宫，升上加封，小弟得来讨贺。一托圣上隆恩，那儿托你年兄之福哟。何必客气呀！儿郎，快来进屋茶饮吧。司机弟弟不叫，倒叫起年巴来了。拜见茶年巴。传话公怕了。啊，年兄，你膝下无儿，怎么今日有这位团花的儿子来了？是明明义子啊！哎呀，好才貌，好才貌！不知令郎可曾娶亲？未曾娶亲。哦，啊，年兄，年兄，小弟家有一女，名唤兰英，尚未许亲，小弟已有配于令郎，不知年兄意下伺候啊？哎呀，那正好高攀你。哎呀，何必客气呀！啊，不知我儿。哦，蓉儿想来。好，年兄，年兄，请他亲生女儿生不亲，要将兰英配兰英。倒不是将计受计，把情人家母许望，心上情。弟弟，孩儿真理。此次快来进姑岳父。是。年不不教，要教岳父了。此次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大礼存拜。哎呀，延续亲戚。年兄，你我要该口了啊！啊，请翁，请假，请翁，请假啊！待我罪名身上，接着为父。延续，你也只能进来开封迎亲。孩儿真理。告辞。送请岳父。翁。送岳父。唐元拜父。生儿来了，母儿出见。啊，传花公啊，常元公，请。岳父大人在上，生儿拜见。了，生儿高中，可喜呀可贺。儿郎，快来进屋你的表兄。他是你的表弟呀。啊，表兄，请来见礼。表弟允兄还礼。儿郎，你们同科的总又是弟兄初见，今日好好的叙谈啊！是。送丢今日里几郎他常愿接力，兰英心中喜滋滋。
谈一回，稍时我虽要告辞了。表弟也要何往？到后轮开封去。哎呀，巧极了！巧什么？允许我也要到河南开封去呀！听爹爹言道，表兄乃是松江绅士，去河南做甚呢？我到河南嘛。啊？哎，表弟，你到河南做人啊？我到河南找亲戚。有法的巧极了！巧什么？允许我也要到河南找亲去呀！那倒巧得很呐！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？请问表弟，你岳父是谁呀？提起我家岳父啊，大大有名。我的岳父也不差哦。请问表兄，你家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岳父乃兵部尚书查天彪。小姐查兰英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怎么不得？表弟，我家岳父也是兵部尚书查天彪，小姐查兰英呐，这倒奇怪。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哎，表弟，你是谁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我乃岳父亲婿。那么你呢？我。哦，表兄不成，那我就要告辞了。表弟呀，我与那河南才相近，怎么样？我与他背过堂了？没有啊。真过亲了？呀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那倒是怎样哩？我与他是定终身结连理。听此言来，笑嘻嘻，是定终身，真是老年体。表弟呀，我已把真情告诉你，河南找亲娘我去。这招亲之事，岂有娘生的道理？真确有此理。愚兄实言唐是理，实在是兄弟相惜最容易。那你为小姐费过多少心，吃过多少苦啊？这个哦，表兄不是，那我就要告辞了。哎，表弟，那你快
去死！你使我好去拜天地。表弟实在不信你，心思一问也枉费。今日王帮中起的，我就淑女做交际。表弟，差小姐待我有心的，是公生死两不离。小姐非我就不嫁，文秀妃她不娶妻。发表弟成人之美，赛小姐茶不人，夫人又夫成人之美我愿意，自比你伤心愧下体。哎呀呀呀呀！这真是忘恩踏杀，只要娘我把红润走起，我就。哎呀呀呀！多的有点难为情。怎么你不愿回？我回。小姐啊，小姐，我为了你才表弟更言下跪，你才归主可知否？我知道。哼，表弟，你错的了，英雄这就跪下了。哦，还有一只脚。你我本是表兄弟，才冤家两字从我起。冤家，你再仔细地看看嘛。哦，仔细地看看。啊，莫非你是茶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哪里看的？哦，那你听是小什么？笑什么？真确有此理！啊呀呀呀呀！我说你是茶，你是茶什么？茶什么？哪里看得？我说你是小，你是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确有此理！你是小姐，冤家，你还生得我啊！小姐，小姐，
把天鹰走踏前程，夜里路与你母就几无悲，为的是寻找李继郎，趁机塞他进京来，因师赴考，得高中，今日夫妻。他们万岁知道，这片事物是好啊，这片事物是好啊！其他有请哎，你们兄弟二人怎么不多饮几杯啊？哎呀，举父举名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想是你们弟兄婚姻多饮了几杯，才是酒啊了。哎呀，不会喝酒嘛，就少喝几杯嘛。孙儿并非酒醉，实有他户领头啊。此话怎讲？举父，你那为国门的外甥儿媳到今来了。哎，你几时定过亲啊？生儿高中名誉宋玉正亲也是圣旨朝廷，此乃喜事一桩，真是大祸临头啊！哎呀，举父他人啊！并非是如宋玉来联姻，
妹真是有错门楣呐，几十斤那又何必私奔呢？我这为的我一命的母亲，有我比他人配亲，所以为今生家常陪伴一家门。有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就唯有这个不义的女神呐！舅父，这何事还在后头里？哦，小妻子未必儿我来乱谁，可见我的所草地，究竟中的他人不便宜呀，真为情。呀，这大人他也有点昏庸了吧？男女不分，敬畏守着命令，事不到官情事情要明察去啊！是他这 boy 看来定是个误国之臣。舅父，你再慢点嘛，后面还有人伤你。还有什么呢？那大人对他把事意，事情是龙不帮有了你什么？得了功名了！啊呀，这话了得，这话了得！我是金钟高官与为民，不辞家中情，欲把乡亲陪命他不容母命，私定终身，奇才一也。女扮文章戏弄大臣，奇才二也。英明典士，兼家明君，奇才三也。有此三才，万事无生啊！舅父，生儿与他有情在先，岳母虚情在后，其在可是否？婚姻需要父母作主，岂用事事听听，与理不合？母舅，母舅，于情嘛，尚有可原，尚有可原呐！弟弟，那大人不分男女，将他随着命令，傻女子并非有意戏弄他人，这何在自语？哎，此女胆量孤城，才华盖世，清正事业，倒也难能可贵呀。谁要人才在那大臣。舅父，你总要惩戒我们。哎，你死了本天，你若无是谁，那他人又是何生？你我十个明白，待我辜负面坑，我可你在同朝为臣，花如是也未可知啊！哎呀，弟弟是谁？呀呸！你们兄弟二人莫非父苗不成吗？舅父，他就是你的外甥儿媳。弟弟息怒，我无情查天表，我虽是查兰英。什么？你就是查兰英？老夫真是莫不明，是男是女
才貌双眼擦拉银，胆量孤人尽一生。你不懂乱推婚，一女婿了三家亲啊！陪我上殿面奏句，顶烈相助求开恩。唐日万岁真我本，天师良缘配婚。举夫好，你们人同到后院招亲，看你们父母叫谁出来与你们成亲啊？举夫这弟弟这。此次多谢谢刘弟弟，好好好好多谢好，刘母，好好好，多谢刘母。你呀，你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家中有历年不会美，将女儿的终身许配本人太岁之子常年万岁。女儿终身有为吾作主，怎能随意许亲，真正岂有此理！爷，女儿是我养，娘不做主，谁做主？真正岂有此理！罗家先来认亲，你叫老夫怎生得了？常家先来认亲，你叫我老太婆死而为娃。你这个老不义！你这个老糊涂！你老怯婆！老匹夫！阿伯爹，弄个喉咙比来响，回家准去阿母娘。常家好，陆家好，是我阿妹在家还可应付一家。现在要么那娘老去在小畜生，你妹妹你阿妹不愿配常家，老早
逃走噻。啊！女儿不在家中，你为何不去寻找？寻了好几个月，寻不着。难道就怕了不成？爷，那侬为啥不快点想想办法呢？你，哎呀，来来，这啥？来报喜的。人家在发愁，哪会报啥个喜？哎喏，贵府顾大老爷生命团花陆文轩。啊，哎，请，哎，阿伯爹阿母娘报喜来啦！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三名团花陆文轩，哎，可是有个？没有的，没有。哎，有的啊陆文秀是我的也有需个？呀。哦，将三名团花陆文轩，哎，挂起来！不要挂啊，不要挂。哎，那原来报这个戏啦？二兵报年，操你妈！哦，请，阿伯爹阿母娘又来报喜来啦！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二名帮俺唱你嘛？哎，可是有个？没有的。哎，有的，那是我爷有个？哎，好，哎，挂起来，挂起来挂起来！嘿嘿，又来了，让我再去看一看。报喜了！那又来做啥？得名草女，接报！哦，接！哎，公子啊！那少女哎，那报的是啥个戏啦？报的是府上故意告状啊！现在我家小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还管什么故意的喜讯？要啥人啊？哎，来，请侬吃着，敬我福台，敬我福台，搿头村越来越大噻！阿伯爹阿母娘又来报喜来啦！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头名状元，纪文轩，哎，可是有个？没有的。奇怪，难道是我选的？慢慢叫，说不定啊是俺阿妹自家配的。今朝来了山顶角，看俺阿伯妈早就是挂起来。亲啊，不要挂。哎，挂起来热闹嘛！山顶驾到，嘿嘿，阿伯爹阿母娘，山顶角想那要老婆来了。小畜生，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哟好喜看在。出去！为小姐成亲的。哦，那倒巧得很呐、请问有吴大人有几位领爱千金？只有兰英一个女儿。什么？只有一个小姐？哦，岳父，岳父，小姐之终身是你在陆府亲口所许，我是真的呀。你是真的。岳母请过来，小姐终身有礼，你不为媒，岳母亲许，我也不嫁的，你也不嫁。列位，我与小姐行得一合，小姐年续终身，有生相随为凭，我也不是假的。
与美玉真的分拆不开，什么曾相算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岳父，我是真的。你是真的，岳母，我也是真的，你啊也是真哎的。你们都是真的，难道我是假的不成吗？哭闹，哭闹，哭闹！岳父做事太疯了，不给你三巡赏。你归隐去吧，你小人去想的，不要吵着。阿婆爹，阿母娘，请坐好。这位老爷请过来。啊，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与小姐成亲，啊，这啥人许的？岳父面许。好好好，我阿伯爹许的，搿么侬让阿伯爹摆上去吧。好，小畜生胡说八道。这位老爷请过来。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哦，侬也是与我阿妹来成亲啊？搿么啥人做媒，啥人许婚的？离你不为媒，岳母请去。哦，好好，我阿母娘许的。嘿，搿么侬让阿母娘摆上去吧。哎呦，侬不要猜你。这位老爷。这位有点面子没上个常人老爷，侬也是来成亲的吗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啊，搿么啥人许婚，啥不为真个？小姐面许，有神相随为凭。这好办，这好办。我阿妹自家许的，跟我阿妹不在屋里，搿么侬有丞相手，摆上去吧。岂有此理！小畜生，你哪里看得？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侬看我不大，我也看侬不得。还是不管，饭吃3碗，困觉去，困觉去。罗大人到。罗年兄来了，出去。罗年兄，请。弟弟，你来得正好，与他一语三叙，争执不下。弟弟，你要与孩儿做主嘛？哎，年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你快讲嘛！你快是呀！年兄啊，我见琳琅好才貌，许配婚姻结乱家。夫人做子配长家，女儿是子，情意好。今日为了三女婿，一叫小弟睁开脚。哎，年兄，你才早之时，请到我御史中连续请示，查小姐私人应当遵从母命，陪我落家才是啊！难道母命去可不争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为了小女情事伤了你我三家和气呀！哎，年兄请。弟弟，孩儿倒有一计，既可假得我与孩为年兄娶亲之事，也不伤三家和气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且讲了。莫若将来因小姐亲自堂来，与他私讯新郎，总选在成亲，落选在也不必懊恼。不知有父有母，意下是何？女儿家私选夫婿，趁我体统，不可。
不可。什么体统不体统？谁叫你言语三虚呀？啊，不知二位年兄意下是何啊？小弟愿从年兄告诫，实在小弟看不上小弟，小弟情愿惩戒他人，绝不正常。还是常远公兄我还困他你。那常年兄你呢？我罗年兄，事到事情也只好是此了。不过小弟有言在先，如果小姐不能出当条线，那小姐亲自会给娘家小弟。啊，年兄想得最大。此次有吴大人，年兄，你先不要叫岳父啊！好，此次不吴大人，小姐实在在我们三人中选定一人，你可肯许亲？只要你们三家愿意，我问讲什么也好，大家一言为定。就更改。哎呀儿啦，小姐不在府中，恐怕你的旨意也是枉费哟。哎呀，弟弟呀，以儿看来，小姐停在府中。哦，如他一女三婿无法交代，故而恰看小姐不在，实是一句托死言。哎呀，延续，实在的逃走了啊！我恰不信。两位请稍容，带我去把小姐请来。年兄，莫非你真的把小姐藏在府中不成吗？哎呀，年兄啊！独自为女儿平时扫家教，违抗母命去婚堂，到此行遭无下落。若言真此去也是无此遭。你呀，莫怪你女儿少家教，她才貌上见，世间少。怪则怪你差天雕，不给一女把三婿找。怪则怪你差年少，不该将亲生女儿来逼他。喜的是母儿有方，将他找，劝兄嫂莫再羞辱莫烦恼，叫他自己选，叫他自己挑，一定会比你儿老找得好。到那时凑人去，喜人到，母女相会在今朝。年兄请。小姐为许望，休爱我才想，主仆只一听，亲自显心了。启禀诸位老爷，我家小姐奉命来显心了。哦，兰姨她回来了。才想小姐真的回来了。快请你家小姐前来吧。是，阿妹回来这样，我笑死我这，让我去快快啊！也请小姐。
儿女，你来得正好。你父母要急于续婚，如今来了3个女婿，你父母就难以分解了。今我们大家共对，新郎由你自己挑选，挑出事来由伯母与你担配。多谢伯父。妹，大胆些，哎，小心些，不要挑瓜子，安静啊。弟弟母亲伯父啊，别先郎来，不中意，两条郎来，不关心。奶奶真听你，既让你随我，欣赏小城不成？你们大家不要奇怪，听我讲啊。我们绣就是茶来饮，基本绣就是我外甥，金卷顶丞相啊，算今日团聚，阖家亲。原来是此啊！他常言着，林岳母将小姬许言着，小姬因此出走，这就可知小姬情有所钟，无异于言着呀。常言道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新贵何成无所谓。这是夫妻恩爱，贵才何成？何况国法上不外乎圣情，圣上也遵我所责，圣旨杀财。现在聪为古人，此间得失，定能同参吧？多谢你不教诲，小臣告辞。哎，何必死此尽吃了喜酒再走吧？吃了喜酒再走吧。啊，小臣遵命。请。请。哈年兄年少，今日母女重围，阖家团聚，既又结了3元夺妻，又找了一个长远女婿，真乃四美菊和家婚，趁此今日良辰，替他们完成了化作吧。听命严兄点起龙凤化作，我来这站礼，新郎新娘出堂。